風林火山係一場差啲成為神作嘅電影，但可惜最後交出嚟嘅竟然係滿地碎磚嘅拼湊版。首先我會認為呢部電影視覺方面係神作，但故事就係黑洞。論構圖、光影、配樂真係靚到冇朋友，學足晒王家衛嘅光影，杜琪峰嘅宿命感，連無間道嘅骨架都有齊晒。但結果呢，觀眾睇到一頭霧水，情緒接駁唔到。我睇嘅時候，觀眾出入，連我側邊嗰個仲要差啲瞓着覺。其次，3條主線本來應該好炸裂，但全部俾人剪走晒。例如李家爭產線，本來可以成為一部香港黑幫宿命感嘅家族悲劇。大佬對細佬本來就應該係一輯教父式兄弟修羅場，但係因為高圓圓個角色俾人哋剪走晒，導致動機唔完整，作為觀眾根本代入唔到。最殘忍嘅係個故事其實係講緊一個永遠唔被父親認可嘅細仔，最後弒父自立。呢個位如果拍得好嘅話，可以成為經典，但係依家如果唔細心啲睇，係會睇到一頭霧水。第二，黑警前督察線呢條線應該係成部電影最有靈魂嘅一段。劉青雲、梁家輝本來係黃金組合，背後嘅動機甚至可以撐起2部獨立電影。一個黑幫為咗個女走火入魔，一個前督察因為妻子慘死而精神崩潰。但成段劇情硬生生俾人剪爛晒，任賢齊更加變成工具人，結果就係演員頂級，角色就係空殼。第三，古天樂殺手線，導演就完全冇交代過佢背後嘅創傷，只係剩翻低數銀紙、養貓，變成一個孤獨殺手。呢條線原本可以探討錢買唔到安全感，但係最後草草了事。風林火山可以講係一部假如嘅電影。假如導演有本事，李家兄弟應該拍成一部東方版教父，黑警同埋前督察可以獨立成為一部宿命警匪片，古天樂殺手更加可以係一部悲情獨立小品。但係導演想一次過致敬所有偶像，結果王家衛加杜琪峰加麥兆輝變成4不像。最後我想問大家，如果有個6小時完整版，你仲會唔會入場睇呢？